们就在这里稍作歇息吧。为什么要停下来？好不容易这里没有了雾障，御剑飞过去不更好吗？我们要等靖宇和叔叔回来。这再说了，昨夜和长生堂苦战，今天又走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喘口气了。你这么做，无非是拖大家的后腿。待会儿要是被魔教抢先一步进去，那该怎么办？青云弟子必须共进退。你们青云门连自己都搞不定，还需要别人来救？我看你们趁早回去算了。你们大可以御剑先行。师妹，别和他们说了，让他们去吧。师妹，师兄，理他们做什么？咱们先走啊！前方不知道有多少妖魔鬼怪，魔教之人又诡计多端，我们实在不宜单独行事。金瓶儿，金瓶儿，放开小环。少城主，今年未见，近来可好？若你们魔教不惹是生非，自然安枕无忧。小环对你们魔教没有作用，抓他做什么？哎，你并无此事。刚才我们在路上遇到，叙了会儿旧，正准备送他离开。在路上遇到，金仙子来此地，想必不是为了闲逛吧？对付完长生堂，下一步又要对付哪个？昔年在于都承蒙大家关照，我不会对付有恩之人。如今大家是敌非友，已是不同立场，没有再叙旧的情谊了。小环，我们走。等会儿，跟你走，万一把小环弄丢了怎么办？我们的事与你无关。小环的事就跟狗爷有关。你们这帮青云弟子，平日里自诩侠义，碰到危难时刻，哎，就只顾自己的安危，推旁人挡箭。之前是鬼力，现在又轮到小环了，要干什么你们？哎，叔叔，之前是鬼力哥哥救了我，他和野狗都是好人。哎，我这么帮着你，你不带这么骂人的吧？啊，谁是好人？狗爷我是坏人。好，你是坏人，是对我最好的大坏人，行了吧？合着找了你半天，原来是扰了你们的好事，打扰你们故友相聚了是吧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跟他们在一起好了。他也是关心则乱，你就别跟他置气了，快去吧。哎，那姐姐，你们两个也一定要一路小心点儿。那我去了。走了。啊，叔叔。叔叔。哎呀，叔叔。哎，
那咱们现在去追鬼力？你去吧，我要去跟踪万毒门的人，去找秦无言。秦无言自有鬼力对付，我要去找百毒子，绝不能让他活着走出死泽，否则我合欢派和锦绣坊的姐妹们就永无宁日。姐姐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，都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谢谢。我们小环妹妹福大命大，到哪儿都有人护着，哪会有事啊？小环，你碰到熟人了？平儿姐姐也来了，是她救了我。哎，这池水真清啊！水里有毒。你们焚香谷的人不是向来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吗？而今落得如此下场，当真是可笑至极。你这妖人，有本事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来日我必将你千刀万剐！死到临头还有这般骨气，也算是难得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不过他必须死。毒公子，凭你我曾经联手的交情上，杀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是啊，杀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杀了你对我没好处，只是觉得痛快。秦无言，你这妖人不得好死！师妹，快杀了他！快把解药交出来！你们已经中了我的蛊毒，如果没有解药，很快就会全身腐烂而死。师兄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就算杀了我，我也让你们尝尝我现在身受万古噬咬的滋味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护着他？一会儿为师先进入内阁，你留下来给我密切监视秦无言。我的好事，念着救命之恩，就这么算了。但下一次，就不会这么简单了。哼！为什么要救我？之前你说过，想要看我如何深陷杀戮与仇恨之中，看我与碧瑶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。现在还没有到结局，所以你不能死。如今，我仍然在想办法去救活碧瑶。那你还是杀了我吧。你就算不杀我，毒神也会派我来杀你。那没关系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就算你回到了万毒门，毒神也不会放过你。哎，你就不怕我阻挠你得到神水吗？不会。之前你差一点将玉阳子碎尸万段，是为了碧瑶吧？不是让你监视秦无言吗？
怎么这么快就赶上来了？秦无言，你和金瓶儿诡力勾结，把我打伤，还放过了青云门的人，他们现在已经朝这边过来了。哼，早就知道这个逆徒会背叛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已经引发了他身上的毒蛊，不出12时辰，他一定会死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今夜，让余下的弟子准备袭击他们。是。有没有疗伤补气的丹药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天音阁修炼的是内功，并不炼丹药。哎，青云不是有很多灵草仙药吗？有没有带出来一些？怎么了？舍不得给我们师兄们用啊？当然不是，之前和长生堂交手，很多师弟受了伤，这药啊都用完了。之前是你赶走了虫子，这一次是我们救了你，我们之间已经扯平了，不要再多要求。你眼睁睁地放走秦无言，你这样对得起外公吗？秦无言是杀死外公的仇人，要是我被他抓了，断不会向他求饶，网开一面。我才没有向他求饶，我只是替你们争取时间，好让他掉以轻心而已。什么人？金宇，怎么耽搁这么久？师兄，我在林中查探，发现魔教正在自相残杀。金宇，你是否看到了什么熟悉之人？我只见到万毒门的人，还有金瓶儿和百毒子。你们呢？有没有见到魔教其他的人？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吧。碧瑶，我今天饶了秦无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世上除了你爹，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想起你的人。其实10年之前我就看出来，他很在意你。你常常说我傻，可是我却不笨。你那么好，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你。可是你喜欢我，碧瑶，只要能够进到天地宝库，我就可以找到令你复活的神水，你就可以回到我身边了。
先带艳红和小环走。呀，走。你们俩在这待着，千万别乱走。他们是万毒门培养出来的魔人，非常危险，不可近身。先用火烧，再用寒冰可破。先用烈火烧灼，再用寒冰。他们是什么东西？他们应该是被毒神改造过的万毒门弟子。10年之前，我曾在空桑山遇到过。他们外壳坚硬，刀枪不入。可是叔叔啊，你上次没有跟我们去过空桑山，你怎么有办法对付他们？两位师兄，没事吧？暂时还撑得住。你们情况怎么样？我要休息一下，应该没什么大碍了。你怎么想到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万毒门变异的弟子呢？那年在空桑山遇险以后，我就常常在想，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付万毒门，也让你不为我担心。后来游历大地，我曾经无意中看见过副宗主铁房内武器淬火，就想到这么个主意。副宗主，副宗主，鬼力！你是不是累着了？大白天的发梦，出现幻觉了？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？若真的是梦，终日沉入在梦中，又有何不好？浮生如梦，为欢几何？哎呀，是人呐！费了这么大的功夫，居然没有。
你是来找我报仇的吗？回来！都给我回来！白犊子，想不到你这毒神的看门狗也有今天呐！识趣点儿，快把魔人之毒的解药交出来！野狗，你居然勾结青云门的人！你要再拖延时间，就会更……这就是传说中的异宝，应该是。他也在寻找异宝。不管是与不是，金光这么明显，我们得立刻回去通知萧师兄。既然来了，还想走？毒神，昔年空桑山青云两役，你们杀我诸多弟子，今日就要尔等偿命！是鬼力，趁现在走。谁？
到底是谁？给我出来！师傅，要不要追？不必了，寻天地宝库要紧。是。大人师兄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对了，叔叔，这万毒门的解药是谁给你的？哎，雪琪、青雨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你们也无需再隐瞒了。这解药是他给的吧？师兄，小凡他肯定无心加害我们，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帮我们找解药了。萧师兄，适才在丛林当中，我曾见到那道金光。可是一宝，金光大作，直上云霄，和传说中所言确实一致。可是附近都有万毒门的人埋伏，若非小凡相助，恐怕我们难以脱险。你们去追他，却陷入万毒门的埋伏，这未免也太过于巧合了。又或者是他想给我们解药，想借我们之手除掉毒神。师兄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？是你想的太过于简单了吧？如果他真的顾念旧情的话，为什么不当面过来说清楚呢？也许他有苦衷无法露面吧。就是张口闭口的这魔势不两立什么的，鬼力哥哥会露面才怪。小环，师兄，前日是他提醒咱们要警惕长生堂的攻击。若他对咱们有敌意，为何一而再的暗中相助？师兄，我了解小凡，他心软又重情义。前不久他回大珠峰见过师父，要说他不念旧情，我不相信。好，那么你们现在都认定他是有非敌了，是吧？接下来打算如何呢？各位师弟，你们不要太过于执着了。10年前在玉清殿，当诛仙剑落下那一刻，他就已经不是当年的张小凡了。一边城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。寂寞，叹昨日怎么只剩轮廓？难断的青涩，眸中的淡漠，一场。